今天呢，我们来讲善导大师。你们大家都明白，善导大师他本身的修为就如同是如来在世一样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。讲的话，我们绝对要信受奉行。他讲：三界火宅燃机直，成佛愿力往西方，十方恒沙佛殊舍，赠我凡夫生安乐。这一章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的含义很深奥。三界火宅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在三界内啊。三界的众生像一个住宅燃烧起来了，火非常的旺盛。你要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停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是很艰难的，很困苦的。对你来讲是很大的伤害，因为在这种环境的污染，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，所以三界火宅是很难去居住的。我们应该要成佛愿力往西方，我们要赶紧念佛，因为念佛就是靠佛，你靠佛的力量，愿力他的悲愿，愿就是救度念佛的众生，这个力就是名号的功德力。你成佛的愿力，我们一定往西方啊，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哎呀，太微妙了！只要我们肯念佛，我们就有资格、有条件到西方。十方恒沙佛殊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恒河沙这么庞大的诸佛菩萨，都同时出广长舌相来证明。证明什么？殊舍就是来说明、来强调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。证我凡夫生安乐，来证明我们凡夫众生是一个烦恼不断的妄念没办法停止的人。我们都想自己的想法来压制别人，我们都是这么一个凡夫众生，不顺我意嘛，我们就反击他，报复他。我们人的心就是妄念重生，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都是如此。但是这种无量罪业的凡夫众生，能够生安乐，照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凭什么条件？原来佛来证明，是我们靠佛的愿力，我们才有资格去的。他的悲愿就是要透过这个名号来救度念佛的众生，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念佛，我们才有资格到西方见佛。我们要感谢善导大师，用这一章来提醒我们，只要我们肯念佛，人人都有资格、有条件可以往生的。今天我们为了增强所有念佛众生的信心，巩固不动摇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善导大师开示的道理。大家彼此互相来勉励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